后来镜头所登来台湾，这个228的年假，朋友大家招招咧，总共开5台车到宜兰的5个乡去佚佗，甲规栋的民宿包落来。想袂到一切困天光，5台车20粒的车链总互动动破，车身阁互喷漆。 看一个强要分去，遮大一暝都拄着即种的代志，当事者讲，这真正是上惨的假期。困醒起来，发现这车变做这款模样，林先是真受气。每一台车的车身拢互人喷蓝色的漆，对两边边到车尾细一轮5台车拢被破坏，而且每一个链啊，也拢去用擦破去。 林先生甲朋友利用228年假到宜兰佚佗，包规栋的都住伫个5吉乡的一间民宿。这民宿提供的车位是附近一间工厂大门前面，双方有合作的关系，但是唔知为虾米车会被人喷漆。开业以来就那个就配合，对，蛮担心的，因为完全不知道他是哪边来的。调监视器画面出来看，果然看到一个男子利用半暝啊鬼鬼祟祟。 刷来就提出这喷漆，对轿车后面一路喷到车的驾驶座的边啊。犯嫌是以徒步的方式犯案，那头戴安全帽跟面罩遮掩。嫌犯也伫车身点名，用喷漆写民宿的名字，这指控的意图非常明显。这间民宿已经伫遮经营3档，业者嘛讲无甲人结怨，无清楚为虾米会被人喷漆。不过上惨的是。 来遮大的这房客，若是出去佚佗，伊心情受到影响，而且都爱搁找时间去整修车，真正是有够衰。